这个其实很标准，我觉得这个安装是非常棒。天气开始变热，民众装冷气的需求变高，看准消费者最在意异味的问题，空调技术在进化。除了冷气的室内机之外，连室外机都拥有冻结洗净，让冷气全面干净。不仅字体洗净到位，最新型的空调更搭载风扇自动清洁功能，要让消费者跟霉味、异味说拜拜。利用毛刷扫除室内机内的灌流风扇，再利用冻结洗净将毛刷冲洗干净。考量到台湾高湿闷热的气候特点，不仅可以监测机体内的温度与湿度，并主动提醒，还能智慧调整送风时间。功能贴心，兼具省电，空调科技持续革新，品牌更透过加码抽奖，要助力更多家庭呼吸更美好的空气。东新闻刘焕元、陈建豪在台北报道。